新营大庙济安宫保生大帝庙，每年农历10月15号下元节，凌晨过后会来到这边活动，请水的活动，就到集水溪畔，所以这个草地就是刚整理不久，举行这个请水活动，然后神教正头都会到这边来，有烧香，有烧金纸。你看，另外有一个引道下坡道，就是要到那个集水溪畔那边，有插那个竹竿的加那个符咒的，那是一种仪式啊，哈，请水仪式也可能是招兵买马了，就是跟这个集水溪流域有关的。有些无形大德可能要被济安宫的保生大帝那位正神了哈，招请做那个五营的兵将呢，中营、东营、西营、南营、北营。这个活动要请水活动，这是目前所知道的状况，实际的情形还有待研究。每年的台风季节的那个雨水造成那个集水溪溪水暴涨，有的都淹没到快到桥面呢，水面很高了，快接近那个桥面了。然后这边都有有一些枯树了，树干就会梗在这边，梗在这一座小桥的东边这边。雨过后溪水消退以后才会清理掉那些枯木。